切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他就是要切的跟他一样漂亮。真美，切的东西就美。等一看你切的东西美，你光这样。这个呢，你人帅，等一下做的也是帅。这两回事哦。因为首先你第一个假设就是错的。雅婷黑那倒闭的你呢？花莲有认识在花莲的客家人？没有哎，没有。没有。哎呦，花莲很多客家人呢。很多那个是原住民，原住民比较多，原住民比较多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樹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北強。今日來到新竹大嘅比賽，講正經嘅哦，新竹咧倒閉嘅，不過係講新竹市啊、新竹縣全部都客家人都咧倒閉嘅。我所謂你講正經，我來要倒閉嘅，我來期盼比賽嘅時節啦，天發。大媒體，連線呐，客家人都想我來比賽。工作人員哦，貴年哦，24小時接電話。接電話。係啊，唔過今日呢都係黃山嘅素材，抱歉，你講做乜都黃山喎？其實哦，係因為哦，市民來到了解時節哦，看到個台山嘅配，像彎刀強龍。彎刀係嗎？彎刀，這個橫刀啊。彎刀。橫刀啦，橫刀。跟橫刀強龍，所以按到網山。哦，原來如此，很厲害哦。有做功課，今天有做功課哦。看了好久，背好久。不錯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先來分享到藝順紅嘅陳勝宇陳師傅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還有我愛到嘅兄弟，金玉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歡迎。小小的進入到個人故事的部分。陳師傅，從你係幾多歲開始想去確定你要做總鋪師？16歲。16歲你就決定要加做總鋪師？為什麼？因為我細時間我姑姑佢賣麵的啦。哦，賣小吃的。過後咧？過後要聽書。要下班會聽書，還是對啲事的。都有研究，都有興趣。對，你看從細個就第一個給他做嘛，改故說佢就一路行啊下去，一輩子就專心做一件事，不像你，不像我，又做英文主持，又做客語主持，怎麼那麼厲害？多元化嘛。對啊，對啊。不過吼，我們親友鳳哦，走在繞台尬公這個學廚的路上，就買個故事，走在繞台尬朋友分享一下。因為我會做事咧係。很簡單，是這個是的包食的咧。我的想法是啊，好多煮菜是煮本生意呢太太，冇可能食。我的出發點很簡單，冇想到根本是變安陽人呢。變安厲害，是安陽人。今年都帶煮嘅料理，係咪很適合全家人一起吃的呢？來看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來請評審兩三總鋪師來菜上嘅哈，今日做係馬嘅食材，馬嘅料理。哎呦，感覺我糟蹋了呀！這個炒碗怎麼了？嘿，這個是老人家的皺紋哦。阿公的嗎？冇不用水啦。阿峰啊，朱聰啊，朱聰。誒，姜媽啦，挺簡單的，姜翻的哦。講翻的，馬嘅。薑蔥黃。五更腸旺，我的想法冇可能麻辣鴨血，沒可也可以啊。啊，你把腸子放哪裡？腸子是配角。哦，麻辣鴨血，好。沒走對了，沒走對，正確答案係乜嘢呢？正確答案就是五更腸旺。哎呦，其實倆頭出來非常難哦。雖然佢係四川的料理，雖然哦台尬湯係四川料理菜，不過其實佢係從台灣發源出來的。哇！我所做出去個台灣不卡嘅米頭哦。好，三下嚟呢出嚟分享到呀嘅黃山天氣嘅台北嘅潛水站，三點下嚟我哋出嚟喺度，感情都好嘅兩公婆分享到嘅楊開哥、劉米勇記，早上分享。哎呦，嘿啊，還偷偷牽手吼！哇，恩愛。今日吼，咱屬於發揚到，我們係很恩愛。不過吼，這個廚房如天堂。OK，我們的兩婆媳吼，楊淑芬還有吳雅婷。歡迎你哋哦！哎呦，不錯。好，先來了解一下楊開哥啦，米勇記。一平常時不卡做料理嘅部分係嘛啥負責咧？
哎呦，用啥都互有。相推让用哦。附庸人，哎，應該挺熟啊，韩国不开开传堂的哦。可以啦。哇，客家料理。你看呐，我们不开开传堂的客呢，家料理的串烫的哦。开几多年呢？哦，佢14年啦。哇直接宣布红队东线。他们的陈家班，没木戏哦哎，表出来。哇，32年呢，咁以後還有對開傳堂冇？我眼來咧，我哪有辦？哦交接棒哎，意思有穿新呐，哎像客家敬新呐。對哦，但唔猜想我來吃困難看傳堂料理做了都喺節目當中安有生路。你看你多有福氣，真的可以主持又可以吃到這麼多大師的菜，不要拿主持費了。啊，對啊，平常你吃得到嗎？真的吃不到，但是主对啊持费还是要拿。好啦，今日比賽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有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虽然吼糖都记得係做串烫哦，不過來到唔會小李哈，我們講個厲害的，平常時馬莎最為主菜，嗌最為主馬嘅菜。乜計菜到？哇，他們只是摩西店開串嘿啦燙啦時。間開傳堂。嘿啊漂白排火，不過漂白，哦，漂白哦，沒就開過。快馬噶，盤粥啊，盤哇，盤裝嘅，今天怎麼比啦？怎麼比啦？傳堂來 PK，好，不管怎麼比，等一下誰來比就敵了，好冇？好誰來經行踢館嘅比賽咯？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雅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！今日我來教嘅一個遊戲呢，算是我上班沒有樣哦，一個鬼嘅橋。今日我會來血池，好，那就看血到哪到位。血到哪度？血到哪到位。好，馬上先來，馬上先來。我們要來賓撈來賓，來賓。主持人之間來對戰， OK，冇問題。好，冇問題哦。OK 幹嘛你？我先跟你嗎我覺得重頭戲壓在最後。 ？OK，好，好，很有可能他們才是重頭戲。好，來，好，好，好。來，先剪刀石頭布哦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先開始咯，請轉轉過來，轉過來。身，好，靠近一點哦，好靠近一點點好停，好來，預備，鬼嘅 Q，該你，大姐，鬼嘅 Q。我贏了，我贏了，好了，我對，兩個呢？哎呦，對，謝謝。好哪聽啊？ OK，1比1，我們1比0，看一下真正的對決，好來。轉換了，來，看一下。剪刀石頭布，好來，鬼嘅 Q，一下就拼給你了。哎，你輸了，等一下耶等一下，你怎麼會知道我要出什麼？啊，是你自己太弱，OK？哎呀誰來經行比賽就多兩個特別開始哦。好，你先講，先來做乜計？啊，cái葱ấy先切，然後酸了要強我切，哦，好，強嘛要強好喲，開始搶開始。哦，不過誒，該搶創哦，我分開嗎？搶拍撈搶錯。愛，哦，好，咁你要切法一樣啊？要切把嘛，而且唔是切法，誒，差唔多按胎，安泰哦，嗯，會不會太粗？唔會哦，唔會，還唔係會切，唔哎呦，等於講唔睇你話時間到咧。咁你個從強嘅，好，從強要強按，應該酸老葱葱冇強咯， Q 有冇 Q 有？來到係散，來到係葱，葱嘅係哪個？葱啊，看那個看葉子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說，是不是有啊不要給他動才對，對不對？有啊，對啊，看葉子啊，有空心啊，該葱嘅老酸，葱蝦咧，時間已一樣，經過可是一樣了。哦。過一盤咧。好來看哦，剛剛淑芬姐哈，那個表情跟明珠姐哈，我好熟悉哦，那個有得拼哦，怎麼樣？那個白眼的有程度智慧，轉到漂背了哦。真的真的哦。10秒， 9、八、用嗎？ 7、用嗎？六切片， 5、 4、 3、 6、耶，時間點。剪刀，哎，史上切最少的一次，哇，史上最，因為它連輕的部分，
来好多冻豆好多嘛，个好多。片豆，偏的。好，虫儿老酸了。哎，改顺便，哦哎对，呀，怕很怕。新梦信上，等一下长了朋友哈。来，我来了，我来先听数钱嘛该。那个就是葱，蒜啊，酸的，蒜酸的老虫的吗？毛我们只有蒜酸的，毛虫刚刚你要切团，切断，切断要多断呢？这么长，好，怎么样？这么好，长，好，可以。哦，切继续醋醋吗？开始。好，哦，切醋醋吗？嘛意思切按葱，按用吧。哎，嘿，好，安是炒。嗯嗯，好，按用葱，大白哦，我看到吼，该切该创哦，没蒜哦，还是想到那个烤鸭，北京烤鸭，美烂葱你嘛，好想吃哦。蒜拍，很会很会，好，切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它就是要切的跟它一样漂真亮。美，切的东西就哎美。等一下你切的东西没比你动酱。这那你个人帅，等一下做的也是帅。这两回事哦，因为首先你第一个假设就是错的，啊？假设什么？假设人帅啊，哎呦，你看一下右边的杨开哥日燃刀吗？你讲哈哈，有懂眼到诶，我讲好，高级还给莫讲啊。会啊可以啦，不错啊，韩不会走对啦，韩不会走对啦。做得啦哈，有做个认真啦能沟通哈。，哎，走刚对也可以叫痛啊，抢的部分嘞，想要切断，切断就可以没恐龙切了，哦，好，很优雅哈。英文哦，用到 elegant。很仔细哦。好，刚好切嘛该酸条，酸哦，条30秒了哦。好，酸条米， M 讲咱问一下哦，你都要改痔疮哦，先卤過哦，先卤好，比较入味啊你。可以看咪咪啊，因為我改下改片係用上生的，哎，上诶， Q 有冇 Q 上来咯？真硬，我是卤刚肉味给刚对味它，咬，给它烂不要让难咬，因为嗯，那个大肠的咬劲那哦。就看過，是不是四川料理會比較直接用炒的啊？如果客家的話，先卤過，没有正常的五斤肠旺，可能就是要先要卤先卤哦。好，7、 7、 6、 5、 4、 3、 6、 1，好，洗電腦。好，第六組你開始咧哈。好，是我們啦。哎哎呦哦，好，哎，你是頭暈了嗎？對，頭暈的太熱了。好，兩下要先停數，好兩下咧幫忙利用3人做啲 Q 下做。哎，看完之后，好，哦。等一下，讓你用三號豆腐下嘅融合表現出來時候咧。好，計時槍開好嗎？啊，始。開始開啦，始。好，嗯開火，開始了這。個先拿起來，還開火，來，讓開破。可以往前後些哦。好，還有嘛，那個東西各位切嘞，先拿起來，先拿起來，你要先切這個，哎，水麼？屬於哦，屬於哈哦，。水嗎？水嗎？不是，我用油，哦。加炒。麻油，用炒豆瓣醬。麻油哦，哦。哦。你用金黑做嘛該？我是家里以前開餐廳呐，哦，謝謝，有養哎，謝謝。嘛該串燙。客家料，客家料理。哎呦， 7、 3、 6、 1，走得快些，時間到走得快些看我咧。走嘞，哎，看我走這。樣滑白就你要留意了嘛？哎，也係最睇破哦，好，最開火。你那個美容姐哦，留係最睇哦，嘅。哎，開客家料理串燙啊，唔死淡定啦哈。再小一點，再小一點。 7，嘟嘟後嗎？好，好，中間，中誰間點啊，要再小了解一點。好我冇問題啦哈。沒問題。好，等一下長得可以哦。謝謝，好，謝謝，拜拜好，加油拜拜哦好，拜也今天帶到畢業人啊，花蓮有認識在花蓮的客家人？沒有哎，沒有。沒有，哦，花蓮很多客家人呢，很多那個是原住民。很多呢原住民比較多，原住民比較多。哇，哇，我看到該台窗哦，上個台窗還是想到那個薑絲炒大腸。雙刀來了，哦，雙刀哦。哇，他就拿聽哦，很細心哦。他每一個打造了個蛀蟲地圖哦，就啪啪開部分哦，他就檢查，再拿掉。真的嗯，平常時美很愛用讓婆婆疼叔哦幫忙。哇，也今天帶到畢業人啊，你是哪邊的人？來維也納，花蓮。花蓮，哇，花蓮，花蓮真的都出美女耶，必須這麼說真的哇。可是八點鐘都哈趕你呢，有認識在花蓮的客家人嗎？沒有哎，沒有，沒有，哎花蓮怎麼可很能多客家人呢。很多那個是原住民。就原住民比較多，原住民比較多。你是原住民嗎？我不是，嗯，好，你都要改台窗繞該阿兄哈，阿兄阿翁阿翁阿翁，先燙過是要去那個腥哈。嘿，
那有先加米酒还是什么吗？有蜜酒，葱啊，有嘛？嘿，落去如果我同嘛，几多时间？一下是好嘞，一下好嘿，自己叫。好，不要忘记哦，吼。还买个怎么改？呀嘿呀妹就得空他走喽。嘿，两妹做得做哦，这个也可以做雅婷。啊，好，这个也可以。我先做水哦。好，我问问题啦，我看起来吼，吉良沙很配合。对，冲会像母女一样。对啊，像姐妹。哎，姐妹有可能就吵架了。对，母女一样。好，来一款啊，给你喽。等一下，再来看你哦。好。很香哦，快先放开始。哇，你差不多好嘞啊！哇！哎，香香的呀！哎，换汤的菜呢？谢谢。哦，两个。天哪！抱歉。等一下，而且你看吉良沙配合的好好哦。等一下，哦，在前面哈。对啊，这个黑你好上瘾跟模范生呢。胡椒粉呢？胡椒粉没道理啊。好，来，来。哦，派还很富哎。白的。好。哇！客家人。可以的，那个2个下来，绿的。两个全绿的。对，两个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人家长辈。怎么样的？多灌进去。多灌进去。好，那个辣椒呢？辣椒切的吗？好，辣椒下来，好，可以。好。这个火可以。辣椒是配色而已。所以豆腐哈面还安用哈，美容姐主料为主，还有我们杨开大哥来负责的甜修，甜食，好 ，OK 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想吃啊！完全色香味呢。这个翅膀上面，等一下，关掉。好，要不要先吃一个？不行，你可以你自己走得起，试味道款做得么？我们可以过去了，你慢慢摆完盘。全适当，完全漂亮。好，谢谢。会炒。哎，美动用呢。哦，厉害。哎，你这个调盘酱是自己做还是去外面买？外面买的。好。基本上没有人自己做豆瓣酱。哎，现煮皮跟便利粉现煮皮吼。便利粉那个太白粉先准备好。你比佢啲喊那紧重嘅哈。因为我家下看过你了。我跑到呢边的安利哈。那现在你准备要挑米，挑米先冰凉哈。我会干嘛嘅？醋、燃。你应该提供先用，你不能动哦。我总得同说，我先捞几准皮吼。太白粉水。通嚟啊！通嚟冇？通。哦，全冰凉咧。全冇来咧。哇，这么老汤。第时候咧哈。没有，我拿汤。你还要帮他决定有几多？哎，我很紧张呢。好了，我这边手了。我是看过之后才那么紧张，你看我刚刚都没有那么紧张。哦，30秒嘞！哎呦，哎，等一下我倒数嘞。我有。哈嘎。哦，哈嘎。紧跟哈嘎子，哈嘎因是北东豆腐掉。好喽，你们慢慢调，没关系。走。6、水母有7款哦，今天我7款。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打水就来吃吃看呐，都在2罐低度奶布卡米西卡好食嘞。好，两个刚重逢呢，看他都会谁就真的知道又没有泡饭呢。团嘞，哎呦，真紧的哦。好，先来吃吃看呐，要煮哦。好来。哦，听说他的肠子最厉害，蛮最厉害。葱哎。是卤果的哦，葱哎，卤果哎。哎呦，吃好吃满了。真紧系炒烫做的啊。好，结果有那个味道。这葱的真嘅很好食哦。美味しい啊。唔係啊。香菜肉香菜嘅梅湯，葱就葱嘅梅湯，汪就汪嘅梅湯，全肉咧。你还记得你是蓝队吗？哎，对哦。可是真的好吃。我也队友的。请进动好血来啊！雅婷龚姐哈，说一下看看。好鲜吗？又好鲜吗？又好鲜。加淑芬姐。淑芬姐嘞？我吃都来煮的，喊它好鲜。哦，对，没错。等一下再是有自信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，换蓝队看看。好，大家比较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一定要拿头崩哎。葱哎。崩哎。很有咬劲。
台葱冻好咸，它应该台葱所以像口香糖那样。梅头冇买强龙啊，对，某 Q 用，米头这个某 Q 用。好，俩时间先向陈师傅抢分数。哦，他都会超过我想象。呀哈，745再继续超过想象，我觉得你很公正，你超过想象了。真的。来，陈师傅先公平一下。伊遐的勾芡遐的问题有做到，啊，了台葱那个阿峰，甲风有通过那个纤维，有杀过有就个去青有做到，然后咧几只梅头葱梅有融合。哟，真运动吼。好。哦，745，你超过想象的，你就可以马改。哎，你有种简单。我觉得我们很合理得奖哎。记了有冇？记个花椒的梅头嘟嘟好，控制的嘟嘟好，然后跟豆瓣酱的梅头煮好。超好吃。记个汤汁有冇结合在一起冻好，然后跟肠旺葱呢有卤过，有梅头，啊你摆落来勾芡的时间，上刀诶。咩？有一粒，冇入嘛，冇入。你还是系该下挨都要小开灌的。基讲，你看，你还勾芡一块在那边，我就直接拿过来吃。好，两片都做到冻好啦。你滴滴的做点改进，做点改进。好，唔怕，反正呀，杜后跳馆等于是平手，这关你才有这个决胜负的关键。游戏嗨耶，放下那个比赛的心情。大家来看一下陈师傅今日带来嘛个4个料理而搞大家嘞。种葡素卤菜。哇！今日呢，总算等到陈师傅带来这个4个料理，是第一次都要节目当中来展现。你看一下他的排场，哎呦，真厉害的呀！该发一种嘛该。夸张，我们这怎么介绍食材啊？哎，你在发部分有今天要进行求婚仪式吗？就是要告诉台尬路边的野花，你不要采，就这样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，这个是你自己采的。我是买的。哦，我给你啦，这个路边采到的花是来做什么料理的？炊苗系嘛改？炊苗按照金屋葱叫，所以中文叫金屋藏娇。厉害，这几个字跟大家讲一下，哪几个字？金屋藏娇。我知道，金是哪个金？嘿，金系嘛个金，系咪系5斤的斤？没错。5斤系凌晨3点差不多5点。对。乌咧？就乌啊。哦，乌冇嘛个意思。长就是台葱椒。椒的椒，美椒虾。哦，美椒虾。它叫美椒虾，我以为是剥皮辣椒的关系。你还以为黑蜂椒嘞？对啊，哎呀，是辣椒。它有含义啦，都有含义。所以它叫金屋藏椒。长三椒。椒虾嘛。哦 ，OK，第一次抢开始。好，那听讲你到发恋改时间，你看过这个剥皮辣椒，很常看到嘛？应该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子做哈。第一次赚到嘞，赚到了。可是人家结婚了，你也结婚了吗？对。哎，我这是什么问题？人家多习惯。对。第一次抢开始。好，来，遗憾慢慢来拿到。好，哎呦，厉害来了！哎呦，千万不要切到手。唔会记得中不是呢。哦，好。该倒讲是最厉害哦。好厉害哦。对哦。看型男做菜就是跟你煮菜不一样。你从来没有在徐师傅做菜的时候这样讲。我会。我有说过他是暖男。哎呦。哎呦，公公。暖男，然后型男还很摸强咯。我不是走那个路线。暖就是一个型。其实暖男还好，那几个感觉。那听讲你到发恋改时间，你看过这个剥皮辣椒，很常看到嘛？应该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子做哈。没有。第一次，赚到嘞，赚到了。可是人家结婚了，你也结婚了吗？对。哎，我这是什么问题？人家多习惯。对，而且大拜你都要把我们一家之主搞成我爱红娘。大拜，谁来了就问讲有没有女朋友，谁没了就问有没有男朋友，你都在是怎么样？你想要赶快结婚，然后离开本节目吗？哎，后面那一句是错的。你在钻什么东西？钻洞。老了辣椒啊，老了下讲。
糖度低倍、木度低倍嘅。哦，俩死很硬有，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铁丝先穿过去？係，所以这样才它才會好硬，這樣做得穿過去。哇！然后包起来哦。它很爆热了哟。 6分钟是不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？ 对啊，非常困難，你自己讲的呀。但是挑戰嘛，對不對？挑战啊哈。哇！爆好嘞，爆好嘞。就好些耶。你还做嘛个嘞？快跑！就让你快嘞。有嘞。先接。该否就拿哈。有。它酱油煎哦。哎呦。哦，还有嘛噶？要走來。有嘅啊，当然有啊哈。看到嘛噶？对对对。白香。白条哦，都顺风白条。哦一片白。更伤心点嘞。 6分鐘。哦，6分鐘。哦，你干嘛个東西啊？該下。花椒粒啊，花椒粒。看你干嘛噶？等下干嘛？花椒搞落那是一啲豆瓣醬。辣椒飯。哎，我發酵你冇拿出來，等下食到唔會糊糊啊。加會連起。哦。你用煎個像好在去人家拉佢全糖，都得做。哦。哇！還有愛底嘞，還有愛底。會收汁啊。嘿。 谁要问问题？很好啊，色香味俱佳。每个步骤全有看到，有看到哈。轉移咪做咧哈，擺咧啊，葱啊，葱啊，蒜啊，辣椒，辣椒，全部係，差別就是我6分鐘做不起來。係啦，我愛香油，香油，勾芡嗎？會啦，勾芡水會長병哦。要勾芡啊，沒有勾芡。 真緊啊！你食來掠下可以串燙吼，就得搞本機，因為吼掠下串燙凍豆，要做出那個差別化，掠頭掠力，動力都要創新，要標新立異。好看又好食。對，很讚的哦，我要。哎呦，棒棒！感覺下工都跟牛師傅的耶。這個像海陸大餐一樣。對呀。 海陸大餐，那是不是只有講海陸腔的走得寫？哎呦哎，啊，你掠下咪會講海料啊？我兩下冇講海料，哦我未做呢個。哦，你掠下。哦，所以夾嘅壽司嘅部分添添，唔可以夾嘅料。哎呦，哇！哎，該橫切面走得那本大家看一下。來，真有冇聲啊？聲，你看擠出來哦，又該擠。 有嗎？有爆漿哎！那這個就是留給我們的。沒有，沒有。不行，拿了是少一張咯。怕啦，這不是只能給海陸的人吃嗎？啊？很久沒弄給海陸嗎？的人吃。哦。對。哇。兩毛雪豆緊緊，太可惜了啦。給爸做什麼？ 做啲先，你係嘅玉米苗，誒，你係嘛嘅？你係咩係爆燒嘅苗？玉米筍啊，幾好誒！嘅夜來香嘅花，夜來香。沒有版權。那就不唱完了。好，最後誒，來，哇！我們挺浮誇的哦。哇！ 剛才是一個上菜秀嗎？對啊。哇，好，阿娘就好犀了。哇！大家金屋藏嬌，做得是6分鐘嘅料理咧。好了，不過呢，先來看一下個排場，講真嘅呢非常厲害，因為佢已經近乎是像日本的懷石料理一樣，有佢嘅擺盤，有佢嘅意境。都睇馬莎做得是。先來出題目。用扮演做煮蔥料理嘅時間呢，用扮來煮後唔會澆水。哦。A 用讓先入果 ，B 用讓水以殺。哦 ，A I B，係嘛？先猜拳，嘿，猜拳。剪刀石頭布 ，yes，呢啲我答對哦。 A I B， A 係 B，
你确定哈？确定。来上新的哦。好，我们来票，那我们就选 B 哦。哎，答案係答案係 B。中馬解，中馬解。因為咧，內臟類食材，我用冷水下去煮，用燒水嘅話會好夾嚟膠鐵，好夾硬鐵。那我们来吃吧，我们没有在乎他的答案了。好，中公呢要先用冷水啦哈，这样会变形啦哈。好啦。好，摸下去咯，老師咯。再來一次。哇！我要吃玉好，米笋。太好了。講一下，講一下，一邊吃一邊講，講袂就係種手味嘅感我覺。跟你說，這個創嘅啊，真件係濕到要攞到嘟嘟好，都係夾創嘅，都不要翹，啲都要面，唔會咬唔疼，又càng黏咪。而且呢，吃東西最可惜真的太飽足了，滿滿的塞進各種各種米色都。一口地圖哈，全有各種海加路。嘿，楊開哥覺得呢？試到唔會講咯。哎呦，試到挺好食的。这味道很大。好，好啦，你看，因為我要慢慢咬。水妹咧，解下係1比1，嗯1比1哈。等一下哦，最後一關水妹咧，水流勁嘅哦，倒帶馬上會讓出嚟，馬上來看一下咯。挨起太祖譜，用吹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吹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殺卵盤盤喎，倒帶馬上爭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水妹咧，水妹咧。吃過米了，剛好係1比1咯，好，所以我們要加油。好，我攞呢度咧，網散吼，網散最有名係嘛嘅東西咧？好像都蠻多的，因為散東多啦。嘿，因為這個山區其實有種的東西都很好。我打開來看，今日最尾我主聽嘅食材係，哎呦，椰蓮菜，芥蘭菜是我很愛吃的一種醬菜耶。而且椰蓮菜吼，講正經係講東倫的話吼，下晡也食廣東東好食。因為網山也到邊咧，佢用嘅因為種也東多嘅高山醬菜，高山醬菜種嘅話咧，一定要佢本身也耐用又好，水質又強力，嗰時候種出來也嘅醬菜呢，其實唔單止椰蓮菜，東多菜都東好食，對不對？對。住在這裡享受福咧，對真的是。好，不過今日嘅芥蘭菜哦，我做乜嘅料理咧？做咩料理啊？按到乾炒牛河。牛河。那請問你把芥蘭菜放哪裡？芥蘭菜乾炒牛河沒有芥蘭菜。芥蘭菜的地板乾，這道菜係牛曼公司，咩全部一起下去炒，就是今日主角，給兩下台。芥蘭菜的量放比較多，因為它是主角。我炒嘅時間哦，每日有注意的地方誒。炒嘅時間因為上個芥蘭菜是切個斜刀油油嘅，落去炒嘅時間下幾熟。牛肉要先去炒好半熟時候咯。半熟哦。撈起來，唔是全熟。撈起來，紅個油熱鍋，紅個冰到芥蘭菜，炒河粉落去，河粉不用點水時候，後來就是不用該老抽記嘅醬色，當佢上顏色，還有別用湯調油落去炒不佢熟，就得咧。調啱唔是不用哦。調啱愛，馬該細啲不用。到該廣強下不用免拍。每項是用不用該河粉落去炒，調味，啥做得咧？牛肉就做。糖起來冇嘛簡單咧。對，而且尤其係雅婷糖起落去。董出門都會糖，他心中想說：你說什麼？對，但都帶佢講乜嘅？等下，婆婆會讓佢解釋。好 ，OK， 好來。今日會出乜嘅題目？好來，我出題目哈，哪種人不適合食長島嘅芥蘭菜 ？A. 糖尿病嘅人 ；B. 甲狀腺功能失調嘅人 ；A 係 B。好，先猜拳。猜拳。楊開哥，請站這。小奮接了哦，加油嘍！加油！剪刀石頭布。哦呦，馬個 A 還係 B？ 沒關係，因為我剛才輸還是贏嘛。你看過來的。B，我就選 B。好，答案係 B。Yes。好，同我講一下啊，芥蘭菜嘅底部有冇具有一種甲狀腺肥大劑？會干擾佢甲狀腺的正常的功能，
因此佢嘅甲状腺的功能失调者总得血调动。哦，按钮好逗的啦，哈，怕，可是没关系，你两组的实力全部都强，对不对？还是要盘粥到串烫。传堂哎，30年的功夫哎，等于是把我养大的年纪耶。哎呦，其实你不是才18岁。好啦，不差这60秒啦。好，全动离开，马上来开始咯。色泽不够，我干嘛改？老抽，等一下，老抽倒在这个上面。讲停止听哦。好了，来，莫急，来，夸张哎，第六才懂夸张。他们停车习惯了。来。好，今日要当毛 Q 哦，因为他提供要一给点吹啊，而且都洗，这部分我们就直接用厨师帮帮我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厨师帮帮我。不一样哦，开始使用哦。想开始？还没有？还没，就听我，预备，开始。哦。哇，有流眼泪了。哦。芥蓝菜。对，可以的。芥蓝菜。哦。芥蓝。没有那么快啦，骗人。这个是前笔。按摇眼哈。好。OK。 What happened? What happened? OK。 What happened? 没有，就这样吗？我是切给你看，等下你就这样切就好了。 OK。然后这叶子也是吗？对，叶子切条就可以了。好 OK。可以这样，接着我，来3点了，好。对。好，可是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？还应该很多吧？放那边。没关系。嘿。好，我可以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哎，错，我没有错嘛那要看另外一边哈。来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吗？错的，嘿。哎呦。来，啱咪，有一些切好，好，来一下吼，美味让厨师帮我来切芥蓝菜，好冇？我都有句叫什么？你看我速度冇像你按加啦。有啊。我切唔拿葱走啦。走得放开嘞。碗啊，切只碗的呀。放了，再切一好，个。唔怕，切只碗，好。好了。好，文英，切只肉，那就切只肉90秒。我要用好90秒。好，讲出来，厨师帮我。讲几日开始？哎呦，等下喊我切了吼。咁得上吧。金盘，基地。呢度係近嚟嘅牛嘅。真紧，你切芥蓝菜的时这份钟不是很臭的。反收拾好嘞哈。怕改变战略。哪个战略？你不能只有你自己知道战略。 B 计划 B 计划 B 计划系嘛改？B 计划谁啊？牛50头起来贵下去嘞。为什么？跟我刚才。哎，你们用的是 A 计划，我们用 B 计划，感觉 B 计划more安好呢。改 C 计划。该调啊，唔是调每100体咯。 50。该按到营牙。营牙。喊我干嘛改？喊我干嘛？先讲出来。调油。调酒。俩。通。喊我嘛改。好嘞。好嘞哦。加条水落去熟嘞，要搅熟了 ，OK。好。水。好。水要停哦。水。等一下，水我搅落，唔会叫糊的哦。水。没有水。搅落。倒啊！啊，你用好了。几多水？你讲听还是听？好，听。按勺哦。甘草。哦，甘草嘿，对。哇。哎。好，另外一边哦。好。加油哦！冇问问题哦，等一下就问题哦，大声叫出来。停我再落去。好，全部吗？哎，冇人做。一点咩熟嘞？哎，真正冇强人诶。牛做咧变去饮吧。牛。哦。我现在调味有不用吗？该。哎，老抽。老抽到改片。还有加水吗？一点咩？调酒没有一点哦。调油啊哈。没就一点哦。老抽是上色嘛，冇香味哦。
通没有？酱油，酱油会添，水按用就啦哈。有。好，加冷水，加冷水落去咧。好，还要加什么？都把它捅吗？通没有哟，糖哈，好，差不多1匙哈。差不多。好酱一個通老抽หั่落一點啊。老抽香我哟。你等下整米头。哦，聽到你，聽沒有？老抽一啲。來，還有左邊嗎翻過來。好。压力好大哦。河粉做得變下去咧好。 5分熟了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边不一样在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胎重头老爹点吹广都有炒豆。哦。我们都有先必炒豆。生不给。哎，让我跟你讲，哎，这有改，你刚刚讲的那2个，我们在90秒内被他完成。有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完咗開個。醬色很好喲。冇啦。不敢是顏色不夠。我敢挑油冇敢挑油誒。等下試看。哦，因為老抽其實冇鹹味。因為寫字做得咧。挑油一加點啊。挑油加。好，問我哋來看雞片好咧，雞片หั่來緊做。是味道。兩片當緊做。好。注意火量很大。你剛講嘅色澤唔辣哦。唔辣幹嘛改咧？唔辣，色澤不夠，我幹嘛改？老抽。等下，老抽倒在這個上面，講停止聽哦。好來，莫夾，誇張，一定要動誇張。他們停車習慣了。好，來。試味道哈。哦，這樣顏色是錯的哦。係，冇咁錯。該調啱滿強熟，唔會冇按度好。全嘟好嗎？你要試試看，係。 30秒哦。調啱看要熟麼？哈，冇熟沒有？謝謝。沒有熟。應該可以吧？那個已經過。好，第三句話。來，我教你。應該做的。應該做的。哎，第三句了。應該可以。9、8、7，哎，倒數咧。6，要到了。盛盤了喲。4、盛盤。 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就有吃看腰管低度，那家長係你嘅胎重譜咧。好，這關你也好，這個甘草牛河。第100周嗎？對，第一次做，你們也是第一次做嗎？第100。可是大家來看一下，第100周出來耶。可以了，東鄉音呢？狂出來提這100周了。因為客家人沒有這一道料理。客家沒有這道料，可是你們表現得很好。哎，我們是客家炒板條。而且你們剛才在切那個雞臉吹光的時間，不是這樣切嗎？大姐很厲害，你剛才用切刀。嗨啊！對，我們是笨七師傅來切。對，他幫我切的嗎？應該都唔記得嘞。因為他剛剛太急了，很忙。很快。好，今天動手我也學了。對，來，這是第6呀哈。好。哇，麻姜下來，請多多指教哈，我也沒有炒過。哎，頭苗、老咖、老菜都很脆，全凍脆，我軟軟爛爛用。真的很好吃。咱們這邊半條咖喱也是也沒煮如何，已經有入味了。半條有入味。好，你兩啥感覺咧？哎呦，是很獎勵哦，吃這麼乾淨，感覺咧？好吃啦，好吃。我們把多一點形容詞留到我們自己。楊開哥吃了牛板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我用做用好吃的呀。另外一種風味啦。然後你客家人炒板條，因為佢主要有老抽。客家板條唔係提起擺做嘅，您做會出來嘅。哎呀，這真的不是第一次的人做，不是人做的，是神仙做。凍好食。我要點咧？對。好。哦。你看，咱這個妞妞哈，全不用當過。還有一點小小的用心哦。咖喱菜那條沒有美凍脆，也很脆脆的。不知道為什麼我吃，
料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它对我来说是异国风味。因为它赶紧是烹调时间一定要先不要用，要炒料。对，风向挑啊嘛，这种事啊我。觉得都好吃，不过真的要咸的话，我会选客家板条。好，我觉得蛮难评的。真正好吃。好，第二时间呢，先抢陈师傅抢分数。哦。2-2-1哦，看鸡翅补酱分数。用乜嚟做乜嘅？陳師傅做乜嘅咧？嘅家冷菜哦，要炒調，是攞唔係硬絲，然後咧挑梅要挑嘟好，然後要嘅色要醬出來。呢種嘅兩隻吼，挑梅然後炒家冷菜，全係戚師傅做的呢哦咩？我愛講嘢。對，好。師傅講一下。愛是啲，你都確定講兩盤係愛炒嘅冇咁錯，咁個兩挑梅嘅部分要話，其實你話乾炒牛河做唔到表面嘅東西，胡椒粉冇咁錯，除非你根本愛題目係客家炒板條，加胡椒粉一聽也偏味啦，誒愛想法是很簡單。好，因為今日嘅比賽下來呢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水得到1分，鼓手呢，你風吹做得到3000元嘅加菜機。加菜機，恭喜！哇！我一直聽我喲，慎重的小改一下吼，你下個禮物哦，這什麼啊？還忙送出一個哦，幹嘛改？你下係蒜烤御用鍋的3件組，要用啊1、2、3，你咪做啲當做火鍋來蒜烤，咪做啲當做這個烤鍋來烤盤，又好吼。又好。你要是求應該韓式烤肉一啲啊，係啊，中間做咧竹筒。哇！恭喜！太棒了！拿着一叫雅婷煮來吃啊！他是有啦，叫他煮這樣子。冇問題啦，他們婆媳感情很好。對，好，先來談一下民勇記要拜來參加新地係嘛？給老太爺分享一下。當榮幸哦，來到參加了客家電台的一家之主的節目，好許多青島東西啦，增加見廣。好，也不是說志在必得，說要得多少錢這樣子的哈，這個東西是錢買不到的，很好，謝謝各位。安子姐，創節目吼，咪係人生閱歷的一筆啊。對，動好搞時候咧，我想問一下吼，今年吼淑芬姐來講一下參加嘅新地係乜嘅？哦，根本一動歡喜做得來到該一家之主嘅節目。挨到兩季挨過來，看到青島嘅師傅啊，好，該兩隻師傅，還有兩隻嘅太師傅，該學到青島東西，非常感謝。感謝你。我嘅本吼，淑芬姐這個總上鼓勵吼，係認為其實佢咪係嫁到客家莊嘅哦。我還會講安好，還會做客家嘅菜，其實當厲害。好，該你一家之主就